后来继续来看这件7少年、8少年，这26岁，就将做一个通缉犯，身躯来判8条罪，总刑期超过20年。高雄左营警察分局接到线报，讲这个通缉犯逃避伫左营一栋大楼，警方就埋伏跟踪，发现这个嫌犯竟然过来成立着网络诈骗集团，吸收着17、8岁青少年，伫网络顶共剪缴。警方控着行踪到屏东潮州的机房抓人，把这个判8条罪的通缉犯，甲所有集团的成员总抓起来。一看到有警察来，过嫌犯赶紧要走。想要走嘛走袂去，拢互警方抓到。警方后来伫厝内底敲发现几台犯人用的电脑登录的拢是诈骗的网站。账号，他们从假的女生号去吸引男生去扣客。利用报销网站来找人客，再搁骗因的钱。这个诈骗集团的主谋是一个只26岁姓赖的通缉犯。针背8条通缉。总刑期超过20年的通缉犯，被通缉秘伫高雄中央区一栋大楼内，警方得到消息，开始跟踪啊埋伏，追查到伊的行踪。同时，佫发现讲，这个姓赖主嫌被通缉的期间，佫找青少年成立网络诈骗集团，买手这几个人拢互警方抓起来。